阮圣堂外口有一个天主堂这3字，迄阵咧起这个圣堂，有一个教友捡迄个贝壳啊，都甲伊镶嵌天主堂这3字是贝壳做起来。甲阮外口这个天主堂顶悬遐有一个奉旨碑，这拢是迄阵头前这个圣母希比亚遮迄阵要做的时阵，乌地基去发现的。天主教玫瑰圣庙圣殿主教座堂，就伫咧高雄灵仔区，外近爱河边。教堂正面有悬悬的尖塔，正门顶悬阁有清国同治皇帝下令奉旨的石碑，已经有超过100多年的历史。1859年，西班牙道明会郭德纲神父受命自福建来到台湾，和教友李宝瑞家族等人冒险渡过乌水沟。神父想要来遮传教的时阵，就伊也咧找有啥物人会当做伙来。你知影讲，你若带一个人来是较简单，咱你若带一家口仔来，你就是无遐尔简单的代志。因为伊有2个囝，伊的某搁伫要生啊，结果伫船仔顶下门来到遮的3天3暝阵，伫船仔顶就生啊。自福建出名的天主教教川总算来到台湾，但是要踮遮徛起发展，不是简单的代志。开始很困难，因为那时候，当地的这个风气还没有开啊，很多人也反对这些个从外来的宗教。不过慢慢的，就是从高雄一直往北边去，所以这个高雄这个玫瑰堂呢，好像是在台湾的天主教的发祥地。来到遮的时阵，啥物拢无。所以因就总啊起一个草仔厝，大家甲神父拢住伫遐安尼，足刻苦的。迄阵是5月18来到遮，所以到去年的12月，因卡开始起一个小可迄个土角厝安尼。原来地点仔较靠近着即个即摆高雄路中边仔，迄草厝啊，搁我第4件改建来到着即个所在。教堂即阵的风貌是1928年李安苏神父筹备改建的。教堂嘛经历过无共时期的转变。1961年3月被指定做教区，郑天祥神父担任第1任主教。1991年第2任神父陈国曙接任了后，向教廷争取教堂圣殿的地位。你入来的时阵，对着这高雄教区的建设，加着这教会的这个功劳，所以提升甲这个主教提升甲区级主教，变成教会亲王，有代表选教宗甲被选的这个权力。所以尤其是伫这个1995年时的任内底，伊申请了后，拄啊共迄个时期，前3年的建设，1998年举行落成。甲祝圣，当时迄个时阵，伊都成为区基。1998年1月2日，时任天主教教宗的若望保禄二世提拔陈国曙，成做台湾头一位初期主教。陈国曙就开始是台湾和教廷上重要的沟通管道。因为伊甲圣殿的连结的关系。我若将伊的心愿意伫遮，所以阮伫这个圣堂的这个正手边遐，原来2个主教，一个主教就是第1任的迄个郑天祥主教，第2任就是这个单国璽书记主教，因2个拢安放伫遮。玫瑰圣庙圣殿主教座堂超过100多档的传承。继续踮台湾，咧写天主教的历史。